来看政治新闻，民众党立法院的党团有新的人事安排，本来是瓜班发言人陈智菡接这个立法院党团的主任。今日这陈智菡这个出现伫党团接受访问时呢，伊嘛讲立法院是民众党未来真重要的战场，会全力以赴。更加讲郭文泰有甲交代，讲要认真工作。另外，民众党的中央伊的组织嘛调整，新设一个新闻部，和这个算新闻方面呢，甲文宣部分开，由这个吴怡轩来做主任。下再来到立法院党团，由阵容枝叶丰富的陈智菡，如今有新任务。第一天当然，昨天我觉得那个资讯量满满哦，这是一个新的挑战，我也很乐于接受。有没有给你什么交代？认真工作，所以我现在要进去准备，一定要报告。受访员就赶紧去楼顶和地会开会讨论法案，因为陈智菡特别会瓜办发言人转进民众党团主任，毕竟今摆国会是民众党主战场，这个安排郭文泰应该有意暗算。声量下跌，所以派这个心腹进驻这个立法院。声量下跌，哇！你们拜托你们不要每天我连出去都要被你们卡在这里。一礼拜来两摆出现在咧立院和党内地会开会，郭文泰申报建筑立法院外党内组织冇调请，亲像新设的新闻部由吴怡轩接任新闻部的主任，会负责处理新闻消息的内容，和文宣部做分界。文宣部是由主任指定来华或者宣传网络进行。另外，计划设的政策会卖做重大议题和讲行，会当直接和立法院党团对接，嘛团出由郭文泰亲身来监督军推。那未来呢，会做类似减伤分级的概念哈，我们会碰到舆情的反应之后，会来列为看是1级、2级、3级，有各自处理的方式。主席自己接政策会执行，讲这件事情是想要更扩大，小心哦，谢谢。快闪无继续回应，并对国会第一站针对南洋提出的3百枪加开临时会提期，民众党嘛释出诚意。那既然中国国民党党团都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请求，那台湾民众党就静待院长通知协商。那相关的程序，我们都会用比较开放的态度来配合。向国民党释出诚意，国会民众党袂敢讲，希望甲脚步徛在行好每一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